初九天公生今年呢受上万的信徒去到屏东市的玉峰宫来拜拜祈福，为着参加的信众来结缘，天公庙呢是会传寿面，今年拢总是传3万份要互人食，有袂少人是透早6点外就伫咧现场咧排列，是排到要1公里长。 民众排队领寿面，一个人会当领2份，食好健康平安。旧历正月初9天公生，屏东市的玉峰宫请庙方的志工人员准备了3万份的寿面，要互信众食。桌仔顶全部是寿面，志工搁咧无用底。真侪民众对透早6点外就来排列，铁骑路下骹满满拢是排队的民众。用朝早几点来？阮差不多6、7点就来啊。是哦，我排足久啊呢？哎呀，排2、3点钟啊。凌晨就开始。凌晨几点？12点。庙方表示，志工对昨暝就开始传料雷煮，一直无用到7点外左右，安尼才会付提供予民众食。而且昨暝主持一过，就足侪民众来参拜。当年天公生拢有上万的信徒会来庙里烧香求平安，尤其今年是建宫50周年，一定爱予信徒食好健康平安。豆皮、豆料、食材这边有1220公斤。 啊，那我们包起来的话，预估就会有3万份，预计发放给我们在屏东我们的市民随时都可以来互天公做请，咱食一个平安，叫天公做大家身体健康。天公生一直是信徒抢咧拜的大日，庙方讲昨暝11点外，因为拜拜的人较侪，有发落的状况，代表今年有好彩头，而且今仔日是新寿7日的尾工，对下晡2点开始，要踅民众爱把握时间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